好，咁嚟到下一題咧，就講緊咩啊？講緊佢係有個 trapezium 啦，有個梯形啦。咁有梯形就係首先 A、B、C、D 嘅梯形，呢個梯形啦。咁然後呢度平衡，咁就再講啦。X 係上邊一點啦，然後令到呢度嘅比例係叫3:7。OK， 冇問題。咁跟住就同你講啦，ABX 呢一個三角形啦，佢個面積就叫630啦。然後再同你講大嘅呢一個就叫3000。咁如果你知道3000嘅話，亦都知道呢度係3:7，你攞個3000除10再乘3，你就計到呢度係98啦，然後隔離就係叫2100。咁好啦，你知道有呢啲數字98、2100、630有咩用呢？我哋集中睇呢一條直線，咁佢有一個三角形啦，就將佢即係 CX 呢條線咧，就將佢分開兩份。如果你知道同高三角形嘅話咧，個底嘅比例就等同於面積嘅比例。咁而家面積嘅比例就係2100除6300，咁佢哋嘅底比例啊，自然就會係10:3。OK， 10:3。咁啊，可能我轉個第二隻顏色寫，呢度係10:3。咁好啦，如果呢度係10:3，係咪即係意味住拆咗先？意味住咧？呢條都係10:13啊。點解？因為咧呢度有多一 pair similar triangle 嘅。咁如果呢度係成條係13，係啦，呢個細嘅10，成個叫13。咁呢度短嘅就叫10，呢條就叫13啦。咁如果你知道個比例係10:13，係咪即係代表你知道細嘅三角形EDX 同大嘅三角形EAB 佢哋個 area ratio 就係等於100:169啊？係啦，咁跟住我哋做嘅嘢就係咩呢？如果你知道細嘅叫100，咁頂呢個位就69啦。咁好簡單嘅咋，我哋而家攞個900除100再乘69，就出到呢個面積。900除100再乘69，答案620。我哋目標揾咩啊？揾 ABXD， 所以答案 ABXD 就係621。OK， 621，答案係 B。